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，我是萧煌奇，我是李炳辉，大家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啊！安尼，咱出发喽！踮厝内规工咧看电视，无论观光也是流浪，拢嘛真趣味。咱来去庄脚大深暝。我这是出名的人，就我就去。我的理念来无人敢认你，无论是冲也是变装，拢嘛有准备。你若要去游览，会记你来通知。海边先东风，山顶看流星，了解无同款的城市。无论天文也是地理，看人过日子，拢是人生宝贵的智慧。马祖庙烧香，庙口西夜市，试看无同款的滋味。无论剑桥也是天边，拢是人情味。拢是未来打拼的愿景。咱若有假日，唔通顾趁钱。应该就去就将心情放好开。无论热天也是寒天，拢嘛真舒适。咱台湾真水，风景有堆堆。咱台湾上赞名产有堆堆。明妹啊，咱要出发啦！你物件早有食阮无？有啦，你别烦恼啦，我连阮某都炸出啦。安尼哦，咱若是假日，永无代志，唔通踮厝内规工咧看电视。无论春天也是冬天，拢嘛有景致。你若要去游览，会记你来通知。海边先东风，山顶看流星，了解无同款的城市。无论天文也是地理，看人过日子，拢是人生宝贵的智慧。马祖庙烧香，庙口西夜市，试看无同款的滋味。无论咸咸也是甜甜，拢是人情味，拢是未来打拼的元气。咱若是假日，永无代志，应该去佚佗，将心情放好开。若是台湾已经洗完出国嘛可以，我带你来去坐飞轮机。咱小少来去坐飞轮机，咱来去唱歌哆来咪，咱来去四界找西施，咱来去。还要去倒？飞轮机要飞啊啦，咱先行再搁讲啦。咱来去坐飞轮机。